要请咱这位我们的名次爸爸安排客厅的歌曲《月牛哪在》，共同欣赏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主持人导播岁数各位观众朋友。
次大哥鬼牛哪在？大哥你好，大哥今日喊问几个好朋友来咱的现场，喊几个好朋友来咱的大舞台。一个尔吼，袂歹。啊，你平常时爱唱歌对唔对？无诶，无呢，啊，伫厝内底拢无咧唱歌，无咧唱，嘛无咧练歌。练歌我是拢看手机啊练诶。哦，那你遮尼巧啦，哦，佮歌王的呢，一看那个手机啊，就会知影讲要安怎唱。我开始唱，我来大舞台唱歌，我拢看手机啊学诶。是哦，啊，大哥甲你问一下，你来咱的大舞台几届啊？你有算吗？咱的旧公司你有去吗？也是新公司我就来啊。哎呦，你嘛是竹青咱的好朋友的呢。嘿啊，我就来啊啦。是哦，感谢大哥今仔日来到咱的现场唱歌啦。啊，各位搁见面哦，哈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。来继续来邀请咱的后一位嘛是咱的老朋友啊，咱的惠美大姐啊。